若讲人心内无好意，会用倒一句话来形容伊心内无好意？A. 举刀探病牛 B. 春天后母面 C. 三底豆干跳过道。哦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举刀探病牛，心内无好意。B 唔对啦春天后母面。以前有一部戏叫做什么春天后母心，就是讲变甲真紧，变甲真逼，所以讲应该唔是 B。是，对。啊是啊，三底豆三底豆干干跳过道。你有跳过无？哎，敢若感觉是足散的感觉，就是你敢若就敢若会当食敢若食豆干呀哦，我是感觉安尼啦。是 A 举刀去看病就是差不多要太太。意思讲，这人心内其实无迄个好意啦，肝袂好，看起来是 A。心肝无好。哦，确定是，确定是做会决定哦，唔通怪我，怪我。好，确定啊哦。好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确定我的答案是 A。好，咱来看者，举刀探病牛，对唔对？恭喜得到8000咯！哎呦，赢就对啊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来，咱这个举刀探病牛吼，古早吼牛若破病吼，啊，迄个就会互人安那，伊就无多做工课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就互咱袂去通太肉啦。所以你若看到这啥，迄个这个太牛的有无吼，啊，举这刀哦，挖这病牛的时，当然就是无好意嘛，要甲太嘛，吼。啊，第二个选项春天后母面，意思是讲咱的春天的天气安那较无稳定的变化吼，就敢若后母的面安那喜怒无常。是啊，啊，变来变去安尼啦。嘿，啊，这是吼，为着三底豆干哦，就我就跳去别道啊。哦，意思讲为着一点点啊好康的，啊，就那培青梦祖啦。哦，啥意思啊？